新闻头起先来看昨下晡，伫咧台北市松山区北德路4段的车路出现一个大坑，大约是1.5米长、2米深。嘛，因为这个地点拄好就伫咧京华城的工地边啊，有民众就伫咧怀疑讲这甲建案有关系，也毋过详细原因还佫会厘清。目前这个大坑是已经补好势啊。 这条路来来回回车真多，因过路中刷落一坑，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，随采3角水提前过路的车随边啊过，惊讲愈来愈大坑。日下昼5点多，晚下班时间，台北市松山区北德路4段路中突然间落一坑，长1公尺半、2公尺7的坑。 里边都是京华城建立的基地。这个建案应该没关系，因为它原来的地下室就已经是地下7层，那也没有打掉的，就是稳定的，所以也并不是因为它的连续壁施工影响道路的这个部分。 虽然这个坑无愈来愈大坑，不过民众质疑是毋是甲建案有关系，相关单位也伫咧担心讲是毋是有可能因为管线漏造成。 在整个掏空的区域里面，有污水管以及自来水管的一个存在，后续会针对这些渗漏的一个管线的区位进行开挖，去确认渗漏源之后，去做到完整的一个土壤的整个流失的一个抑制。要啊，乌开看，管线无破无漏。监管处讲，即马上新的工地监测资料拢伫咧安全范围内，已经派人灌浆，先将这坑吞好边。不过为什么突然间落一坑，也我会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